台湾已经真正是恢复加远，也毋过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是防质疑讲，无真是芳甲真崩。另外，针对立法院通过2028年中火未当搁使用土炭的决议，台电的董事长今仔是表示讲，这本地嘛是台电的计划，按算讲2034年会当达成。即马立法院要求讲2028年要提前完成，因的拍拼，也毋过恐惊是做袂到。 台湾近日恢复加远，毋但发电的方式搁再正做重点，外界搁较质疑讲，敢会有欠电的问题。立法院正常通过2028年完成中火无土炭的决议。毋过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初稿表示，台电规划2034年达成中火无土炭的目标，要提前到2028年，这是无啥可能。中科核二甲核三厂也无法度代替中火。你提到2028年，我们就算给大家看，2028年。 马上要把500万的机组全部关掉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达成的目标。我们几乎觉得它没有。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，它没有一个可行性。詹文生表示，2028年中火会有2台燃气机组上线，总值的用量是260万千瓦。那准2028年执行中火无土炭，敢若使用燃气机组来发电，供电的欠缺大约是240万千瓦。国民党立委批评讲，政府注重伫小土炭燃气的发电，敢若会加重污染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讲，中火无土炭是愈紧愈好，但是要尊重科学专业。 中火越早无煤化越好。那我们燃气机组要赶快上线，燃煤机组要赶快退场。那至于是2028可不可行，我觉得就让专业、就让科学来说明。连呢先前反核的德国，他们都已经发觉，目前电力的需求是需要使用核电厂。 便宜又干净，那不会有污染。针对台电讲中火无土炭，要到2034年才会用的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，坚持中火无土炭，家己的好空气爱家己争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